涉嫌严重侵犯维吾尔族人权而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共官员王明山被任命为所谓新疆政法委书记。据报道，他参加9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所谓新疆工作座谈会。自2017年中国开始在东突厥散展开大规模任意拘留和严打以来，王明山一直担任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兼厅长。7月9日，美国宣布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成全国、公安厅长王明山等4名中国官员。美国官员指责中国据称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妇女进行强制堕胎、强迫绝育以及非自愿性植入节育器。中国媒体报道，9月29日下午，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召开伦理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明山参加会议并讲话。上述消息显示，王明山已任新疆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任命王明山担任该职责来对抗美国的制裁，这表明所谓的新疆政策不会改变。10月18日，数百人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游行，抗议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残酷对待。抗议者聚集在温哥华艺术展前，高举写有释放300万维吾尔囚禁和抵制中国等标语，然后游行到中国领事馆。根据印度报纸布鲁姆斯的报道，抗议活动是由温哥华的藏族、民主华人和维吾尔族社区组织，并由在温哥华的加拿大印度之友组织领导。在中国领事馆前的示威者指责中国将近300万维吾尔人囚禁在营地中。加拿大印度之友主席曼纳尔吉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威胁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并强烈批评中国的不负责任和独裁行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上周批评北京采取强制性外交以及打压香港和维吾尔族人权，称将会继续关注香港及东突厥散的人权状况。印度军方透露，其部队俘获了1名中国下士，后者误入了两国之间高海拔边界上没有标记的争议区域。印度军方在声明中说，这名中共解放军士兵在拉达克以东的登克科地区被英军扣押，在完成既定程序后将会把他送返中国。声明还说，他们向这名士兵提供了医疗协助，包括氧气、食物、保暖衣物，以保护这名军人免受高海拔的恶劣情况影响。今年6月，中印两国军队在拉达克地区发生冲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中国方面则一直没有公布中方军人死亡人数。这次事件后，两国在冲突地区成兵数万人，而且有大炮、坦克和战机的支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俄罗斯无视网络空间的国际稳定。美国司法部周一指控6名俄罗斯公民为追求俄方利益，参与了一系列针对他国基础设施的选举的网络入侵和散播恶意软件的行动。蓬佩奥发表书面声明称，这一网络活动展示完全无视公共安全和国际稳定的行为。俄罗斯将自己描绘为网络空间稳定的捍卫者，实际上其是全球互联网最大的麻烦制造者之一。我们呼吁俄罗斯结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蓬佩奥指出，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因这些网络攻击而遭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他声称，继而由于2017年瞄准了乌克兰，严重破坏了对公共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服务的运作，包括运输和卫生部门。荷兰同意支付赔偿，以清除殖民历史上的黑标。荷兰将就其罪行向其前殖民地印度尼西亚赔偿。
荷兰外交大臣史蒂夫·布洛克和国防部长安克在给荷兰议会的信中说，他们不会反对荷兰法院3月份做出的损害赔偿决定。信中说，在1946年到1947年独立战争期间被荷兰士兵杀害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子女将得到5000欧元的赔偿。海亚地区法院于3月裁定，荷兰士兵于1946年到1947年在印度尼西亚开枪射击印度尼西亚男子构成犯罪行为。